就对啦。但是因为伊真诶，身体伤足啊，伊讲吼伊诶着重伤倒啊，所以伊无法度通好家己刮。伊看到伊遐友好，而且目睭自从生伊出世，目睭擘开，伊个囡仔讲我目睭擘开，伊拢咧念经，观世音菩萨拢伫伊个边啊，所以伊无机会通出手，伊无机会通出手啊。所以呢，伊已经一直动，一直咧等候机会，一直咧等候机会，等到现在已经90岁，已经无力。所以呢，伊爱上去走，通去赶紧住一个3点，要对走。所以呢，迄个法师因为有交迄个囡仔的名称沟通过了后，才知影讲原来迄个张老师就是正时的时阵，迄个参官甲伊无看，看伊有罪。互伊去互人宣发誓，所以伊有去抓好要来安怎，生生世世要来家己报复。因此呢，这几百年来，已经无代个查甫的30来岁生日，伊就带走；查某的3、4岁生日就拢过袂过。即过的是因为。看到伊算还阁真友好，伊老母80岁，拢有咧念经，真友好。所以呢，迄个阿嬷，阿嬷是本来就是我一个真友好的囡仔，所以伊就迄阵就讲咧友好的大家咧，所以伊看到伊咧友好的老母，伊讲若安尼，我伫即世人咧讲是算真友好。所以当然迄个语言无互伊等到足尾来出世，6个月过10天尔，所以伊变成身体足虚弱，无法度通家己带走，安尼规个因缘就是安尼啦。所以呢，咱咧讲因果，有当时咱无看到，袂相信，但是事实上，这因果的牵引。有当时非常的可怕。昨昏下暗呢，有标志是通知。那么，这个家庭看起来我是真可怜。为什么呢？人个后生，结果这两个后生结果家己大家做啊真辛劳，是领花运气，光明世界困。迄个囡仔呢，真老苦咧食饭，有当时透早来把伊个玻璃弄弄干，咧敲床，咧下饭，咧下昏，迄个就有安尼就对啦。但是呢，经过因老母经验，导因阿公导伊来求道了后，嘛导真侪人去这个迄孙仔拢总有带来求道。结果迄个大汉囝迄个细汉仔，即阵仔豆花哦较正常，伊个时阵咱学校就甲伊讲你就毋通搁食饭卵啊，你食饭卵安尼就是个时阵，你个胃会溃咯，即阵仔你老母大真侪人因为大真侪人来求道，结果即个细汉仔恢复较正常，即马就是搁剩一个，咱学校就咧甲伊讲，我咧同讲姐你应该若会当，你赶紧搁多较侪人，自设功德，甲老师讲，要回向互你迄个大汉后生，回向互伊精神较清静落来的时阵，夜里你要带伊来扶伊，伊就是头就会答应。若无，伊讲家己刮甲规身躯花啊真辛劳，一领花领出去，讲世界大，世界大，黑白放甲是世界，两个囡仔，现在两个囡仔老母。
迄个，啊你尽量今日伊遐已经有动，讲你尽量动，吼，若是迄个。